今日嘅講座咧，我哋將會為你說明一下州政府實施嘅新規定如何影響 Medi-Cal 計劃。我哋會講呢啲嘅變更嘅內容、具體嘅內容同埋會受影響嘅對象。我哋會講關於恢復 Medi-Cal 資產限額嘅要求、Medi-Cal 擴展計劃凍結、擴展計劃寬限期、與 DPSS 保持聯繫、申請 Medi-Cal， 最後咧就係 Medi-Cal 問答時間。Next。從2026年1月1日開始，部分嘅 Medi-Cal 計劃將恢復資產限制嘅要求。計劃受影響嘅人士有老年人、盲人、殘疾人士、需要長期照護人士、在職殘疾人士以及醫療貧困人士。呢啲計劃咧稱為非 Magi Medi-Cal 計劃，亦即係咧非依照調整後總收入計算嘅 Medi-Cal 計劃。對於非 Magi Medi-Cal 計劃咧，受益人需要提供資產方面嘅資料，嚟決定佢嘅家庭咧可計算嘅資產是否喺規定嘅限制內。咁例如一個人咧嘅家庭嘅資產限額咧係13美元。咁每增加一名家庭成員咧，限額會增加65,000元。咁最多咧可以計算到10個家庭成員。咁我哋俾你一個例子咧，就係如果一個家庭裏頭有2個人，佢哋嘅資產限額咧就係195000美元，因為第一個人咧資產限額係13萬美元，咁再加一個嘅時候咧就係65,000美元，咁一共係195000美元。咁咧因此要符合非 Magi Medi-Cal 計劃嘅資格咧，家庭嘅總資產係唔能夠5000美元。非 Magi Medi-Cal 計劃採用嘅係2014年1月健保改革 Healthcare Reform 實施之前嘅相關規則。健保改革推行之後咧，先有呢個 Magi Medi-Cal 計劃。Magi Medi-Cal 計劃咧係唔會將資產計入去嘅，只係咧依照各稅局 IRS 報稅嘅人咧嚟嘅定嚟決定資格。咁一般咧就係適用於65歲以下嘅人士。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說明邊啲人咧需要符合資產限額嘅要求。Next。只有非 Magi Medi-Cal 計劃咧會將資產計入去嘅。咁以下呢啲人士咧，佢會用非 Magi Medi-Cal 計劃咧嚟嘅進行資格審核，就係咧65歲或者以上嘅成年人，有身體、心理或者發展障礙嘅殘疾人士，申請長期照護服務嘅人，以至咧以及某些不符合 Magi Medi-Cal 計劃Magi Medi-Cal 資格嘅人。咁其中咧包括有21歲以下嘅成年人啦，或者佢哋嘅父母。咁家下咧，等我哋嚟睇下邊啲嘅項目咧會被視為財產或者資產。Next。財產同埋資產咧，包括個人所擁有嘅物品，例如你嘅銀行帳戶啊、支票，好似支票啊、儲蓄銀帳戶，仲有就係個人居住嘅房屋或者出租嘅房屋，咁仲有就係機動汽車，好似汽車啊、摩托車、飛機或者船，咁以及送託帳戶就係可撤銷或者不可撤銷嘅送託帳戶。咁要符合 Medi-Cal 資格咧，家庭嘅可計算總資產價值咧係必須低於或者等於所規定嘅限額。Next please。嘅家庭嘅總資產裏頭嘅，咁以下咧我哋會提供一啲Magi Medi-Cal 計劃常見嘅可以免除嘅資產例子。主要住房就係你家下住緊嘅房屋，
咁一部汽車啦，通常如果家庭有超過一部車，Medi-Cal 會免除價值最高呢部車。咁咧仲有個人物品啦，好似衣服啊、戒指啊、全家寶啊，同埋樂器啊、等等。咁剛才咧我哋提供嘅例子咧係唔會計入家庭嘅總資產裏頭，但係咧請你注意咧，就係剛才嘅例子咧唔係一個完整嘅清單啊，只係俾你咧作為參考。Next please。要符合非 Medicare Medical 計劃嘅資格咧，家庭嘅總資產咧係必須等於或者低於資產限額。咁非 Medicare Medical 嘅申請人，如果佢擁有嘅資產咧係超過限額，並且咧佢唔係住喺醫院裏頭啊，或者住喺護理機構裏頭，佢哋咧就要喺需要 Medical 呢個月內，以任何嘅方式咧嚟減少資產。或者咧可以將佢哋仲未支付嘅醫療費用咧，就計喺前一個資產超額嘅月份。咁喺呢度咧，請你注意一下咧，醫療費用咧係必須要有醫生嘅處方。咁家下咧，我哋嚟睇下申報嘅要求。Next please。申請或者正在接受非 Medicare Medical 計劃嘅受益人，必須咧喺申請嘅時候啊，或者年度續期申請嘅時候咧，提供資產相關嘅資料。如果咧你冇提供呢啲嘅資料咧，申請可能會被拒絕，或者咧現有嘅福利咧可能會被終止。因此咧，每當 DPSS 要求你提供資料嘅時候咧，或者受益人嘅年度續期申請到期嘅時候咧，請你咧務必及時回應，以避免造成任何嘅不方便或者影響服務。咁家下咧，我哋講下 Medi-Cal 擴展計劃凍結。咁等我簡單回顧一下加州嘅歷史。喺2016年開始咧，加州分階段咧，為符合 Medi-Cal 資格嘅無證人士啊，亦都係咧稱佢為移民身份不符合要求 UIS 嘅人，嚟提供全範圍嘅 Medi-Cal。咁到咗2016年5月咧，加州19歲以下嘅兒童咧，無論佢哋嘅移民身份如何咧，只要符合資格就可以獲得全。咁到咗2020年1月，年齡喺19歲到26歲之間嘅加州居民，無論佢哋嘅移民身份如何咧，喺符合資格嘅情況下咧，都可以獲得全範圍嘅 Medi-Cal。咁到咗2022年5月，年滿50歲或者以上嘅加州居民，無論佢哋嘅移民身份如何，喺確定符合資格後咧，都可以獲得全範圍嘅 Medi-Cal。咁到咗2024年1月，年齡喺26歲到49歲之間嘅加州居民，無論佢哋嘅移民身份如何，喺符合資格嘅情況下咧，都可以獲得全範圍嘅 Medi-Cal。咁但係咧，從明年2026年1月1日開始，Medi-Cal 擴展計劃凍結，將會暫停所有年滿19歲且移民身份不符合要求嘅新嘅申請人申請全國範圍嘅 Medi-Cal。咁即係話咧，從2026年1月1日開始申請嘅年滿19歲，並且咧係移民身份唔符合要求嘅成年人，將只能夠接受有限制嘅 Medi-Cal 計劃評估。有限制嘅 Medi-Cal 計劃評估咧係所提供有限制嘅 Medi-Cal 計劃咧，只係提供急診服務同埋俾孕婦嘅服務。咁至於兒童咧，就係0到18歲同埋孕婦咧，無論佢哋嘅移民身份如何咧，佢哋仍然有資格申請全範圍嘅 Medi-Cal。Next please。對於移民身份不符合要求 UIS 嘅人咧，但係佢哋已經擁有全範圍嘅 Medi-Cal 嘅人，或者咧仲有喺2025年12月30日之前已申請全範圍並且有資格嘅人咧，我哋稱佢哋咧為抗爭人口，咁佢哋可以仍然保留全範圍嘅 Medi-Cal，直到2026年6月30日。Next please。
咁你會注意到咧，我剛才有提過移民身份不符合要求，亦即係UIS 嘅受益人，佢哋可以保留全範圍嘅 Medi-Cal 直到2026年6月30日，因為咧到咗2026年7月1號開始咧，佢哋嘅保險咧將會改為唔包括牙科嘅全範圍 Medi-Cal，咁呢種 Medi-Cal 咧依然會提供所有基本醫療服務同埋藥物。但係咧就唔會包括牙科服務。Next please。咁家下咧，你可以睇下呢個表，移民身份不符合要求，亦即係 UIS 嘅受益人，佢哋可以保留全範圍 Medi-Cal 直到2026年6月30日。咁之後咧，從2026年7月1日開始，佢哋嘅保險咧會改為喺中間呢行，唔包括牙科嘅全範圍 Medi-Cal。咁但係咧，其他服務依然會提供，係冇改變嘅。咁你睇到第一行同第二行嘅服務嘅分別，就係最後一欄牙科服務全範圍就會有，咁但係到2026年7月1日開始咧，就唔即係仍然係全範圍 Medi-Cal，但係就唔會提供牙科服務。Next please。咁對於喺抗爭人口計劃中嘅受益人，我哋剛才就係講到，就係嗰啲移民身份唔符合要求，但係已經擁有全範圍嘅人。仲有咧就係2025年12月31號之前已申請全範圍並且有資格嘅人，如果咧佢哋嘅醫療福利咧因為任何嘅原因咧而被終止，佢哋咧將會有3個月嘅寬限期嚟提供所需要所有嘅文件，嚟幫佢哋咧恢復全範圍嘅 Medi-Cal。如果咧佢哋喺 Medi-Cal，如果佢哋嘅 Medi-Cal 喺3個月嘅寬限期內咧冇恢復咧，並且咧佢喺之後咧重新申請，佢哋咧將只能夠接受有限制嘅 Medi-Cal 計劃評估。Next。所以咧，請你務必提供你最新嘅聯絡資訊俾我哋。如果你搬咗屋企，換咗電話號碼或者電郵地址咧，請你喺10個工作天內通知我哋。咁樣咧可以確保你能夠收到嚟自 DPSS 嘅任何資訊文件或者相關要求。Next please。如果你要申請 Medi-Cal，你可以到我哋嘅 BenefitsCal 網站喺網上申請，或者咧你可以親自去我哋嘅辦事處申請。你可以喺呢度咧睇到我哋提供俾你嘅網站，呢個網站咧會幫你揾到喺你附近嘅辦事處。咁或者你又可以打電話申請，電話號碼係866-613-3777。咁你亦都可以透過 California 就係加州全部嚟申請白卡。OK，咁咧剛才Medi-Cal 工作人員就提醒我哋咧，你喺呢個 slide 嗰度咧就會睇到有啲嘅參考資料嘅，咁你可以去DPSS 嘅Medi-Cal 嘅網站上咧會揾到更多嘅資料啦，或者去 DPSS 嘅 YouTube 頻道啦，會睇翻我哋又或者我哋以前嘅講座DHCS Asset Reinstatement 就係呢個醫療保健服務嘅有關資產嘅方面嘅資料，咁仲有就係 DHCS Expansion Freeze 剛才我哋有提過凍結嘅我哋嘅有啲嘅計劃係凍結啦，咁仲有就係 DHCS Immigration Table 嗰個有關移民嘅方面嘅資料咁。OK 咧，咁你睇到呢個 slide 咧，上邊有提供呢個社交媒體啦，咁你可以去任何一個好似 Facebook Instagram X 或者YouTube 或者
都可以追蹤到DPSS 公共社會服務局嘅最新消息。咁不單止咧，我哋提供白卡嘅方面嘅資訊，我哋亦都會提供咧其他福利嘅資訊。咁咧我哋睇下仲有冇人發問？咁好似咧冇人再有問題，咁我哋咧。多謝咧各位抽空參加我哋今日嘅講座，咁我哋希望今日所提供嘅資料咧係對你有幫助咁咧即係唔需要擔心啦，你需要更多嘅了解或者幫助咧，你可以親自去辦事處尋求幫助，或者咧你打電話俾顧客服務中心，電話就係866-613。3777，咁咧就係仲有我哋剛才提供網上嘅資料，你亦都可以喺網上咧揾到我哋最新嘅消息。咁咧多謝你參加啦，